OK， 好，没问题。抽成3分波，爭少少，呢邊打返命中55號。好快脆，高波打要爭少少啊！高防嘅轉換。 哇！小心小心小心！其實佢張板凳會唔會擺得有啲窄？擺條線隔離，係啊！我哋嘅波，哎呀！呢個波嚟到籃底啦，呢個波球射唔到啊！冇其他問咯。玩咩？我哋嘅波，藍色地帶，再俾翻底線嘅隊友，如果爭少少啊！ 哎呀，入喎，我出界。依家沉迷到係咁開外掛，我依家俾你開外掛，因為我晚晚喺度開。繼續波出界，喂喂，加油喎！ 好靚嘅分波！哎呀，嗱我個勢啊，難拋我唔喐過啊！直至抽射嘅3分波啊，有啊！直至18號。我出界。 走步，好靚嘅分波，有個唔要，將嚟牛高位，抽起。我哋嘅傳波，哎呀，亦都仲未搞掂。哇！小心，有個棘手，有個左路犯規。 超遠嘅3分波，爭少少嘅喎。我出界。
事，好快波1打1。OK， 冇問題，一手包辦。哎呀， 10，呢邊換人。有包飯，真係㗎。咁去邊度食啊？定俾飯盒？哦，夜晚有晚即係有時都可以去中山嗰啲咯。9月唔係9月就冇乜嘢。哇哦 ，yes bingo， 2分搞掂。唔知啊，如果9月嘅話，佢係咁去旅行。9月應該唔會嘅，因為本身話9月尾，但係9月尾中秋啊嘛。有啦，男仔輕鬆搞掂啦，呢個冇問題。然後轉身嘅抽起，籃板繼續保護啊！哇 ，yes three， 好靚嘅3分波。有冇仲有？自投自搶自編自導自演，哇！呢邊辣血位度噃。好波，單刀直入。小心小心啊！小心小心哦，對，注意安全。10，呢邊換人。1分鐘啫。係啊。好啦，佢哋第一次比賽結束咗1分鐘，好靚嘅低手上籃板嘅波，有啊！不出界，仲有30秒就結束第一節。冇停標啊！冇停，冇最後冇停標㗎，唔使扮嘢。